自2024年3月初3，每日圣安宫读经，人民也是用搁较济步骤。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士师记》21章第10到25节。以色列人伫米斯巴捌咒詛讲：阮无要将查某囝嫁互便雅悯人做某。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伫上帝的面前，大声啼哭到下昏，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今仔日伫以色列中间减一支族，阮以色列人哪会拄着即款代志？隔日透早，人民起来，伫遐起一座坛，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以色列人讲：伫以色列氏族中，啥人无做伙来上主遮聚集？因为因只有同逝讲，无来米斯巴上主的面前的人，着互伊死。以色列人为着因的同胞便雅悯人心艰苦，讲：今仔日以色列中断绝一个支族啦！咱已经记上主咒詛，无要将查某囝嫁互因。呾咱要对倒位为着因所剩的人找某？因阁讲：以色列遮的支族中间，啥人无上来米斯巴上主遮？因就查出基列的雅比人无一个人来。因为因点算的时，无一个基列的雅比人伫遐。会众就找12000个勇士，吩咐因讲：恁去基列的雅比，用刀杀死所有的查甫人、妇人人甲囡仔。恁着安尼做，着将所有的查甫人甲结婚嫁的查某人拢杀死。因伫基列的雅比人中间拄着400个还未结婚的在宿女，就甲因带到迦南地示罗的军营。全体会众就派人去甲林文严的便雅悯人讲和。迄时便雅悯人倒来，以色列人就将所留落来遐个基列的雅比人的查某囡仔，互因做某，毋过还无够。以色列人民为着便雅悯人心艰苦，因为上主互以色列的支族欠一角。以色列的长老讲：便雅悯的妇女既然已经受遭灭，呾咱要安怎找某互遐个活地的人？阁讲：便雅悯所剩的人嘛着有家业互因，则免以色列中一支族受诛灭。毋过，咱袂用得将家己的查某囝互因做某，因为咱以色列人有咒诅讲：将查某囝嫁互便雅悯人的，着受咒诅。因阁讲：示罗当年有举行敬拜上主的节期。示罗是伫利波那的南边，伯特利的北边，就是伯特利往示剑的大路的东边。因就甲便雅悯人讲：恁着去示罗，觅伫葡萄园。若看到因的查某囡仔出来跳舞，就对葡萄园出来，逐个人抢一个示罗的女子做某，才倒去便雅悯地区。因的老爸也是兄弟，若来甲阮抗议，阮会甲因讲：请恁带领阮，宽容阮，因为交战的时，阮无留查某囡仔互因做某。呾毋是恁将查某囝互因，若是恁就有罪。便雅悯人就照安尼做，照因的农业，
抢跳舞的查某囡仔做某，然后倒去因本地中建城镇住伫遐。上时，以色列人离开遐，逐个人倒去家己的支族、宗族，逐个人拢对遐离开，倒去因本地。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人民也是用搁较济的暴力。以色列大支族甲便雅悯支族战争之后，衍生搁较济需要解决的问题。以色列人出在家己的意思，对受份进行报复，致使便雅悯支族面临绝种的危机。假使以色列各支族的人一开始就袂晓思考安怎面对基比亚人匪类的暴行，搁同心寻求上帝的帮赞，检采就袂做出遮尼激烈的报复行动。假使以色列人愿意回想上帝安怎一再用阻碍人民对待遐个背逆上帝的祖先，检采因面对犯错的便雅悯人，就会当加一丝仔怜悯。纵使以色列人毋知影安怎甲怜悯化做行动，因已经甲便雅悯人差不多全部杀灭了。代志到安尼的地步，后悔已经袂赴了。因甚至一错再错，用家己掠做是怜悯的行动，带来搁较济的暴力。为了解决便雅悯支族欲要灭绝的危机，以色列各支族为迄6百名幸存的便雅悯人存的怜悯，竟然是予别人来付出代价。当因查出激烈的雅比人无来做伙参战，就对雅比人进行屠杀，抢因400名未嫁人的在媳女，逼迫予便雅悯人做某，毋过人数却还无够，所以以色列各支族搁教唆便雅悯人，趁示罗女子参加做旗活动的时，抢因转去做某。以色列人用怜悯的外衫包藏暴力，家己毋愿承担代价，竟然用伤害别人的手段达成目的。所谓的怜悯，实际上是带来搁较济的暴力。透过对历史的反思，提醒咱毋通互悲剧重演。伫历史的错误中，群体所承受的伤害极大，需要真长的时间才会当修复。1945年8月，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向日本广岛弹原子弹，超过10万名的居民死亡，广岛差不多欲要变成做焦土。伫极大破坏了后，广岛人努力重建城市，希望这座城市毋简单只是变化破坏前的样貌若定，搁较希望伊会当成做一座和平纪念城市，提醒人努力倡导和平。广岛重建以后，对和平的教育按细汉囡仔做起，每年学校拢有和平周活动，照着安尼，互学生囡仔自细汉就认捌这座城市过去发生的悲剧，搁了解和平的重要性。当以色列各支族甲便雅悯支族交战了后，面对便雅悯支族恐惊绝种的事实，以色列各支族其实通有无相款的选择，做是因却选择暴力的方式，致使予搁较济伤害继续发生。
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达到家己掠做是人民的人民，并毋是真正的人民，这只是牺牲别人来逃避自身应该承担的责任若定。坦诚自身的错误，真实悔改，搁伫伤痛中间来追求上帝怜悯甲医治，才通达到和平的目的。面对别人的伤害，咱其实通做出无相常的选择，通好，互咱离开报复的循环。伫伤害甲破坏了后，通慢慢重建。世间人拢无完全，也无完美。愿上帝怜悯咱，互咱记取历史的教训，避免悲剧一再重演。默想，怜悯的行动应该安怎具体实践出来？怜悯的行动应该安怎具体实践出来？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有智慧面对伤害，避免伤害带来严重的影响，搁互我会当为和平尽一份心力。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